偷望我心灵，互我话敬拜你；偷望我心灵，互我话学落你。重担拢脱落，主会救恩喜乐。偷望我心灵，来敬拜你。今仔日的圣诗304首，这首诗歌是现代的诗歌，检测真侪人毋捌唱过，咱来试看卖，我要学了。
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欢喜今仔有剑桥教会啊，甲咱到三角来敬拜上帝啊，请走角。全地啊，着对上主欢呼，着欢欢喜喜来敬拜上主，着唱赞美的诗歌来到伊的面前，着知上主是上帝，伊创造咱，咱属伊，伊是咱是伊的子民，是伊牧养的羊群。圣诗304首，我要学了，请起立。请坐。这时，咱三角后头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最近世界上发生的
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我们看到主你的圣手，为了这一切事情，就是美国的平民布道家查理·科克的死亡，凸显了全世界在神的真理上面的偏离。但是他的死，他的殉道，全世界的保守派的保守的基督徒，尊重上帝旨意的这些人，全部都勇敢地站起来，为神的道大声地呼求。我们看到了很大的翻转，这个是上帝的恩典再一次展现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要呼应这个事情，在我们的周围说出我们该说的话。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告诉我们周边的人，我们的信仰到底什么是正确的。现在我们的社会充满着大家沉默，不敢说出一个真实的真理，怕被大家所攻击。但是他站在第一线，校园里面，校园是被撒旦捆绑最严重的地方，他在那里征战，他也在那里殉道。主耶稣，我们为了这件事情，我们无限的悲伤，但是我们也感谢上帝，因为他的过世，他的殉道，让整个福音界得到很大的激励，很大的让大家看到我们跟世人的不同。感谢主耶稣，这些事情的发生，也激励了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恩，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赞美，请男生重唱。抱歉，起音。经文第56篇。创世以前就道甲上帝同在。道是上帝。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一切受造的各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这个光伫黑暗中间咧照。伊伫世间通过伊来创造，毋过世间人无捌伊。遐会接纳伊的，就是信伊的人。因毋是对系统，毋是对有。道成做人，伫咱中间。阮有看见伊的荣耀。伊对伊满的恩典。律法通过摩西颁布。无人捌看过上帝。赞美，请男生重唱。要吟的诗歌是《我心俄罗主》。
这时来读圣经，上帝话记载伫哥林多前书9章12节到23节。哥林多前书9章16节，我传福音并无啥物通夸口，我是奉命伫传。我若无传，就有灾厄。我若甘愿做这个工，就有报赏。我若毋是出于甘愿，嘛是执行上帝交代的任务。安尼，我的报赏是啥物？就是我传福音，互人白白得到。毋过，家己无享受传福音应该有的权利。我是自由的人，无受人的束缚。毋过，为了这较侪的人来信主，我诚做正人的仆人。对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是为着要得到犹太人。虽然我无受摩西的律法束缚，做律法的人是为着要得到律法的人。对律法的人，我就做律法的人，是为着要得到律法的人。安尼，毋是讲我无遵守上帝的律法，其实我是受基督律法约束的人。对信心软弱的人，我诚做软弱，是为着要得到软弱的人。对倒一款人，我就做迄款人，用逐项方式通加救一寡人。我做拢是为着福音，目的是要甲人分享福音。赞美，请剑桥教会。
感谢剑桥教会遮水的歌声。讲道请本堂的罗牧师，今仔的题目是福音的本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今日有剑桥教会甲咱做伙三甲主持礼拜。今仔日因来遮野外礼拜，嘛献上真水的歌声，甲咱教会男声，真正拢是真水的即个美好的赞美。愿上帝将一切的荣耀拢归乎伊，嘛，互咱今日会当做伙主持礼拜。接续若礼拜煞，嘛欢迎咱公园教会甲剑桥教会兄弟姊妹会当三甲交陪，会当三甲来交谊，会当建立更较美好的即款的情谊，这是真难得的机会。咱伫今日讲道开始进前，咱搁一届来祈祷。天堂的主，阮感谢你，互阮今日主日礼拜会当有两间教会做伙三甲组织，这是真美好的一件事。嘛，透过彼此的交谊、交陪，阮会当共同来参与主你圣殿的礼拜。愿上帝你的话语嘛，成做阮的帮衬；嘛，愿圣神成做阮的气力，会当明白主的道理，会当为主来传福音。愿上帝听叹阮的祈祷，安尼祈祷感谢，靠主耶稣的圣尊名，阿门。感谢主，今仔日进入9月份开始的一个过程，伫公园教会伫过去9月份开始，就开始准备要迎接即个圣诞节期的临到，所以伫昨教会有举办洗手爱无限的社区福音茶会，目的就是要来邀请教会附近的里民，会当来伫教会来甲因熟悉嘛，为主传福音。所以伫教会这段时间嘛，大家同工教会拢有即款的一个共识，就是为9月份开始，教会所举办所有的活动甲事工，拢是为着同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啥物？就是爱为主传福音，为主传福音。为什么教会遐尼看重即个福音的事工？因为咱知，咱每一个基督徒所受敬调的一个上大的使命，就是爱为主传扬福音。所以，伫圣诞节要到的进前，透过遮的事工，一项一项，无论伫教会内还是教会外，拢是要邀请咱的亲戚朋友、里民朋友，会当有机会来伫教会，或者是听到福音即个真大、真要紧的代志。总是咱可能，咱有的人信主真久长的时间，若讲到要甲人传福音，咱犹原心内会安怎？皮皮喘，或者是讲哇，到底是要讲啥？我也无读神学院，牧师嘛无甲我教讲要安怎传福音，啥物3福啦，啥物4福、5福，我拢记袂起来。到底是要安怎？所以咱若讲到福音，有的人就头壳摸咧烧。那亲像现代即马少年人拢真爱用手机啊。最近咱知影即个苹果牌手机啊，上新的机型几号啊？17。这出甲过来号拢记袂起来这顶礼拜开始上市啦我真一阵仔要换手机啊，就有人讲牧师你着换这苹果牌真好用我就想讲到底好用伫啥物所在我家己嘛毋捌用过大家拢讲好用，所以咱的一个牌子一个物件，咱若家己无使用过，要甲人讲好用，人若问讲到底是偌好用？好用伫对，咱可能嘛讲袂清楚因为咱家己无使用过就讲就人讲好就好啦毋过这手机是小代志，若是人生的大代志，毋是人讲好就好这是影响咱一世人。所以咱的福音同款咱毋知敢有了解咱所信的即个福音到底是啥物？
咱要甲人讲福音真好，福音真要紧。总是若亲像手机啊，咱毋捌用过即个牌子，咱要安怎甲人讲？即个福音是真要紧、真好的一个物件。所以今日经文保罗伫哥林多前书第9章，就甲咱提醒，咱爱先认捌啥物是福音。若咱家己无经历到即个福音的恩典、福音的好消息，咱就无法度甲人讲，即个福音到底是啥物款的一个物件。有真侪人讲到要来教会，咱若邀请咱的里面朋友，有的人会拒绝，因为因毋知影教会内底到底是咧变啥物梦。咱教会像伫公园教会安尼一栋大楼，一大栋，要叫人入来教会，敢有简单的代志？我想，若无有一寡方式，无有一寡活动，一般人讲要家己行入来教会，实在是真无可能、无简单的代志。大家会想讲，哇，这栋大楼到底内底是咧创啥？大概到礼拜就一群人入来，礼拜煞这到中昼以后，就一群人佫行出去。逐礼拜因安尼行入来行出去，毋知是咧无用啥物代志。因毋知影咱伫教会到底为虾米咧组织，所以咱要甲人传福音，咱就爱先了解福音的源头。咱若对圣经来看，福音是虾米？福音英语来讲 ，gospel， 其实就是好消息 ，good news。亲像咱要甲人讲，最近我有一个好消息，要甲咱报好消息。啥物好消息？阮囝考到台大啦，这嘛是好消息。是阮的查某囝要嫁娶啦，这嘛是好消息。所以，伫圣经来讲，啥物是好消息？这个好消息是啥物人的好消息？圣经马可福音第1章第1节就甲咱讲，这个好消息毋是世间人的某一个人的好消息，是关乎伫上帝的囝的好消息。上帝的囝是啥物人？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囝。圣经真清楚，伫经文甲咱讲，耶稣就是上帝的囝，这就是一个好消息。为什么讲这是好消息？因为这个好消息的内容，咱得爱了解。亲像咱接到一个红色的喜帖，咱会看讲是啥物人对无？可能是无熟悉的，安那嘛。发这个喜帖互咱，咱就会感觉讲真爱叫，这人我嘛无熟悉，所以咱若接到这个上帝寄互咱的这个喜帖，咱嘛爱了解这内容是啥物。圣经伫约翰福音第3章16节，真清楚甲咱讲，这个好消息的内容，第一件就是上帝疼咱每一个人，所以伊差派伊家己的独生囝耶稣，成做人的款式来到伫这个世间。耶稣来伫世间要创啥？今仔日咱若要去一个人因兜拜访，嘛有一个目的啊。敢无可能讲咱就弄门入去，啥物代志拢无做，佮行出来。耶稣为天顶来伫这个世间，一定有一个真要紧的代志。这个代志就是甲咱每一个人有关系，就是耶稣要为着咱每一个人来受死。哇，这个代志大条安尼吼，一般人若来一般拢是好代志。可是为什么上帝的囝要来伫世间为咱人来受死？伊毋是来为咱祝福吗？为什么要阁受死？后壁就甲咱讲，这个原因就是因为咱每一个人拢得罪了上帝，咱每一个人伫上帝的眼前拢是无完全。拢是无圣洁、无公义，拢是无纯洁的。所以，至到咱每一个人必须爱付出一个代价，就是为着咱的罪，爱接受死亡这款的结局。所以，伫世间人凡若有鼻孔喘开的，拢会面临一个结局，就是人生一定会行对死亡这条路。不管你是董事长，不管你是这个渔民或者是工人，拢共款。无讲你做皇帝，你就一定会当长岁寿活较久长。
真侪古代的皇帝颠倒是较第一名。所以耶稣来，伊为着要拯救咱人脱离即个罪的结局，就是死亡的即个过程。耶稣为着咱世间人受钉伫十字架。总是耶稣是上帝的囝，所以伊有气力经过即个阴间的即个限制了后，第三天对死搁活。这是一个福音真关键的条件，就是咱所信的上帝的囝，伊是上帝，伊嘛是神，所以伊会当赢过死亡，伊会当赢过即个限制，人无法度脱离的限制，就是死的结局，对死搁活。耶稣对死搁活，证明什么代志？证明一件真要紧的真理，就是咱只要愿意信靠耶稣，倚靠上帝，咱人的罪虽然会经过死亡这个过程，总是因为咱倚靠耶稣基督，咱最后会当亲像耶稣赢过死亡的权势，咱将来嘛会当对死搁活，得到上帝真大的一个福分。就是咱人要得到永远的活命，所以这是一个福音真要紧的过程。对上帝听咱每一个人，到上帝的囝耶稣来伫世间为咱受死，来赎罪。耶稣是上帝的囝，对死搁活，最后咱倚靠耶稣，信靠耶稣，咱会当得到永远活的生命。这就是福音的好消息的内容。那举一个咱较了解的一个例来讲，一个人原本互法官判死刑，就准备要服刑，接受死刑。那对这个人来讲，伊的人生是安怎？是毋是从此以后黑白去啊？无愿望啊！一个要判死刑的人，不管你过去有偌济丰功伟业，不管你过去是啥物身份，你是总统嘛好，判死刑就是死刑，生命就是结束。总是今仔日伫要审判进前，有一个人讲：“足多马地，等一下，这个人的死刑我来承担。”各位兄弟姊妹，世间敢有这个代志？一个无熟悉的人，既然要为着一个人来受死，感谢主，咱的耶稣基督，上帝囝，伊愿意为咱每一个人安尼做。所以耶稣对天顶落来，目的就是要代替咱每一个人，可能临到这个死亡的过程，因为信靠耶稣、倚靠耶稣，耶稣代替咱受死。原本咱已经要受到判死刑的过程，因为有人代替咱，所以法官就讲：安尼好，对于今仔日开始，你会当得到自由，你会当出监牢，你唔免阁受到这律法的捆绑，因为已经有人愿意替你受死。这就是福音。各位兄弟姊妹，咱每一个人伫上帝面头前，咱拢是罪人。上帝是一个公义的审判官。对上帝来讲，咱拢无完全。咱敢有人毋捌讲过白贼？咱敢有人毋捌贪心过？看到苹果较大粒，咱可能会摕较大粒。咱敢有人无骄傲的心？咱敢有人拢无这个情欲？对上帝来讲，不管是大项的、细项的，拢是无完全，拢是罪。所以，伫罪的结局来讲，就是爱接受这个死的审判。总是因为主耶稣伊疼咱，上帝疼咱每一个人，赢过伊家己的性命，差派耶稣来拯救咱。代替咱接受这个审判官上帝的刑罚，就是死亡的过程，互咱会当性命，因为借着信靠耶稣，耶稣就愿意代替咱接受这个刑罚，所以最后咱会当因为主耶稣，咱的性命有一个重新的开始，咱是自由的人生，无阁是困着的人生。这就是一个大好消息，所以今仔日咱若要传这个好消息，互人知影，咱就爱了解为什么耶稣伊为着咱人来伫这个世间，伊的目的是啥物？
就是要为着拯救咱所有的人，愿意信靠伊的人的性命。这毋是我咧讲放假，嘛毋是我家己的想象，是因为咱的圣经伫几千年来，就已经真清楚甲咱讲遮个代志。圣经就是上帝话语，规本圣经拢是咧记载上帝对人恩典的应允的实现，就是救恩。所以咱若要讲福音到底根据伫倒位，这个代志有啥物证据？证据就伫上帝话，这本圣经内面，拢真清楚记载对上帝创造世间到将来耶稣要搁再来的过程，拢是为着要拯救咱每一个人。各位兄弟姊妹，这个恩典，咱可能会想讲，天下敢有遮尔好康的代志？敢无啥物条件吗？其实，恩典无分条件，无论咱是啥物身份，无论咱是啥物国籍，无论咱是啥物阶层，拢是上帝要拯救的对象。因为对上帝来讲，咱每一个人都是伊的所疼的人，都是亲像伊的囝儿共款。所以上帝愿意为咱牺牲伊家己，都是要为着，互咱会当经历上帝无条件的恩典。总是咱唯一有一个责任，这个责任是啥物？就是当咱听到这个福音，当咱经历到上帝的恩典了后，咱爱做一件代志，就是甲你隔壁的人讲，做伙来信耶稣，做伙来信上帝，因为我嘛是同款，我过去嘛是软弱，总是今仔日我听到福音，得到这个好消息，咱做伙来伫教会，做伙来信靠主。各位兄弟姊妹，伫今日的经文真清楚甲咱讲，传福音是咱每一个愿意信靠耶稣基督，每一个人应该爱有的责任。毋是我要选择讲，我今日想要传就传，无想要传我就无去做。嘛毋是要凸显咱家己的能力、口才有啥物困难，咱家去传福音。哥林多前书第9章第16节，伫今仔日经文，保罗安尼甲咱讲，伊讲我传福音，毋是要夸口我家己，是奉命咧传。我若无传福音，我家己就有灾祸。保罗这个人真特别，伊过去是一个真虔诚的犹太教徒，总是伊迄当时无认捌耶稣，试过迫害基督徒。伊无相信耶稣就是上帝要差派来世间拯救世间人的神。一直到有一天，主耶稣亲自对伊显现，耶稣甲伊讲：“扫罗，扫罗，你为什么迫害我？”保罗过去一个名叫扫罗，伊甲了解过，哇，原来过去所做的一切拢是错误，拢是毋对。伊迫害基督徒，其实就是迫害耶稣啊！总是耶稣赦免伊的罪，怜悯伊，疼伊。甲保罗讲：“我就是因为你受定十字架，迄个救主耶稣基督。对打开始，你爱为主来传福音，无嫌劳苦。所以对迄当时开始，保罗的性命完全改变。伊无过因为过去的迫害，伊就继续迫害基督徒，反倒伊成做一个福音的使徒，因为伊知影伊欠耶稣基督这个福音的罪，所以对保罗来讲，传福音是伊的责任，是伊欠主的一个福音罪。因为过去伊是一个迫害基督徒的大罪人，总是主无因为伊过去所做的行为来计较，反倒为保罗来牺牲伊家己的性命，了赦伊所做一切。所以耶稣基督无条件的听，感动保罗伊的性命。保罗愿意为主传福音，伊知影这是伊白白得到的恩典，所以伊安尼讲：伊若无去传，伊就是一个真自私的人，伊就有灾祸啊！
因为伊嘛知影，伊会得到即个稳定，毋是伊的学历，毋是伊的过去遮个犹太教信仰的背景，嘛毋是伊的口才能力，乃是主耶稣白白赏赐予伊的。保罗传福音，伊无为着要得到啥物好处，嘛毋是为着得到啥物金钱，伊是为着要分享福音所得到的欢喜。举一个例来讲，毋知咱兄弟姊妹大家敢爱爬山？有个人爱爬真悬的山，总是咱有当时看新闻讲，哇，伫啥物悬山内底有人即个迷路，有人即个受伤，有人即个身体无爽快，就爱赶紧即个来救来甲因拯救安尼。如果今仔日咱带一个山队去到山内底，总是咱迷路了后，咱毋知要安怎，总是忽然间咱找到一条山径的路，找到出口，咱敢会感觉哇真欢喜，想要较紧来甲咱的其他的团队的人讲，我找到路啊，我找到路啊，紧嘞，对我来行，我带恁出来。还是咱会讲，哦，歹势，我无爱甲恁讲，我家己来得走就好。我想咱若有即个真好、真欢喜的消息，咱拢会较紧甲人讲，因为这是咱大家做伙欢喜的代志。咱的福音嘛，亲像共款，咱若得到即个好消息，咱若得到即个上帝救恩了后，咱是毋是嘛愿意甲人分享福音即个好消息所得到的欢喜？咱传福音嘛，毋是要为着要得到人的报赏。因为咱若甲人分享即个好消息，相信听到即个好消息的人嘛会感觉真欢喜。就亲像最近教会若来真侪新的朋友，咱所邀请厝内爸母还是囝儿来伫教会，咱敢袂比因搁较欢喜嘛？保罗甲咱讲，伊所得到的报赏是啥物？伊所得到的报赏，就是为遮伊所传福音的对象，因的欢喜。就是伊的报赏，因的欢喜，因的白白得到这个救恩，就是伊上大的报赏。所以，转来到咱今仔日主题来讲，福音的本质到底是啥物？福音的本质其实就是听。这个听的源头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伫保罗伊传福音的观念来讲，福音绝对毋是要高举家己有偌悬的属灵的经验。虽然保罗伊有亲捌拄到耶稣基督即款的属灵的经验，总是这毋是伊要偏捧的代志。虽然保罗讲伊嘛是使徒，无输耶稣的12个门徒，总是伊嘛无高举伊家己的身份甲权柄。咱传福音毋是用咱的身份去要求人得爱信耶稣。真正传福音是因为咱经历着耶稣基督的疼，咱了解咱家己嘛无完全，总是耶稣疼咱，为咱来牺牲，所以咱嘛愿意无条件、无任何好处，为着要甲这个福音嘛传互咱的亲戚朋友来了解。过去伫中世纪传福音，往往有真错误的一个方式，就是掠宗教的这个权利来为着要互人信主、信上帝，递到真侪国家、真侪所在来发起这个宗教的战争，包括过去的十字军东征的代志、宗教的裁判所这款的宗教的迫害，其实这拢毋是福音真正的本质。亲像咱拄则书会所讲的。这个美国的这个福音的这个宣教师，伊虽然毋是牧师，总是为着福音来传扬伫校园，最后互人枪杀。对咱人来看，这是一个真悲哀的代志。总是对福音来讲，这就是一个牺牲的听。那亲像耶稣基督愿意为着福音。伊牺牲伊家己的性命，所以另外兄弟姊妹，咱有当时咱要传福音，
咱毋知影要用啥物方式，咱毋知影要安怎甲人讲，人才会来伫教会来愿意信上帝。今仔日要甲大家兄弟姊妹来分享传福音，咱爱转来到福音的本质，就是学习耶稣基督的性命，学习耶稣基督伊无条件的疼，影响侪侪人，一直到咱即马2000年后，咱无论伫欧洲、美洲，还是亚洲，甚至咱台湾，侪侪人会当信上帝。我相信，毋是因为听探着啥物款的道理，乃是因为经历着，可能是咱的祖先即个历代的宣教师，因愿意无条件的牺牲甲疼，互咱听着福音，经历着上帝的疼，咱愿意来伫教会跟对主的脚步。耶稣基督其实就是安尼咧传福音，进入人的世间、人的世界，屈价伊的身份。伊原本是上帝的囝的身份，总是伊愿意真做人出世伫马槽内。伊愿意为着遮个艰苦的人、遮个弱势的人，进入因的家庭，甲因三甲坐倒，甲因三甲食穿。遮一般世间的社会的人无愿意接受的人，耶稣愿意甲因三甲做伙生活。这就是一个牺牲的疼。耶稣为着因来行神业，为着因医治因，互人食饱。为着这个弱势的团体，这个人，耶稣饶赦因的罪过。直到因为因经历着耶稣的疼，因愿意听探福音。所以，当咱要甲人分享福音进前，咱是毋是嘛会当先了解因的故事，了解咱所要传的对象，因的生活，因拄着啥物困难，咱会当甲因帮衬。因有啥物需要，咱会当来为因祈祷。伫昨教会所办的这个爱无限的社区活动，有将近20-30个同工陪伴这个社区的里民，听因的故事，了解因的心声，最后甲因分享耶稣基督福音的拯救。直到侪侪人，因伫教会来伫教会了后，因找着因心灵上真正的厝，就是教会。教会就是上帝设立伫即个世间上帝的道，互一个咱伫平常时伫咱厝内，可能无亲人甲咱照顾，可能咱感觉孤单、病痛、艰苦的时阵，咱知影耶稣疼咱，伊愿意引带咱来伫教会，得到更较侪上帝疼甲温暖。咱伫厝内无平安，咱伫做工课拄着失志艰苦的代志，咱会当来伫教会，经历着上帝医治扶持，借着这个过程，经历着上帝满满的恩典。最后，咱人一生性命会当愿意认主的一个真要紧的一个关键，就是咱经历着上帝的疼。咱要传福音，咱就爱互人嘛经历着耶稣基督的疼。虽然来伫教会听道理真要紧，虽然参加小组真快乐，虽然咱参加装备真理的课程，咱会当了解福音。总是这拢是伫认捌的过程，咱真正会当对认捌到接受这个恩典，上要紧的一个过程，就是爱经历耶稣基督的疼。那亲像保罗，伊经历着耶稣基督，伊的性命，就对一个迫害基督徒的人，真做福音的使者，真做愿意为主来牺牲伊家己性命，这款福音的宣教师。相信咱每一个人的性命，可能咱即马还未认捌上帝，咱会当有机会来教会。可能咱已经认捌上帝，咱更较爱经历着上帝的疼，互咱为认捌上帝的过程，真做一个因为经历上帝的疼，咱愿意为主传福音一个福音的使者。所以，真正的福音是啥物？真正的福音毋是去定人的罪。真正的福音，毋是强迫人来信主；真正的福音，佫较毋是为着家己的利益，
要得到家己的好处。真正的福音是亲像耶稣基督道成的肉体，愿意牺牲伊家己，用性命来影响人的性命。愿上帝听，甲咱每一个人三甲彼得，咱同心来祈祷。听堂的主是阮的主，阮实在是不配，总是阮心知影。今仔日阮会当坐伫教会，听到福音这个道理，毋是因为阮比别人较敖，嘛毋是阮比别人较优秀、较善良，乃是因为耶稣基督，你伫2000多年前，你无条件会牺牲甲听，来伫这个世间，为阮每一个人受定十字架死，对死搁活，成做阮的拯救，成做阮的帮赞。直到过去，这个福音的宣教师，对保罗开始，到伫历代的这个先人马该、巴克列等等，这个愿意为主传福音、牺牲因家己来到台湾的这个福音的使者，成做台湾福音的一个起头。直到互阮祖先、爸母、阿公阿嬷有机会听到福音，将福音传递下一代。今仔日，阮嘛听到福音，阮搁较要经历到，因为福音所经历耶稣基督的听，因为听就是福音的本质。也求主的圣心帮助阮，互阮愿意为着福音来迈进、来跑走，无嫌劳苦，为着台湾，为着这个世界，为着侪侪还未认捌主的人来祈祷，特别为着阮这个土地，求主怜悯，互阮台湾搁较侪人会当有机会听到主的道理，愿意来跟对主的脚步，无搁好这个暴力、这个黑暗世间的代志，来成做福音的阻挡。主求你听阮祈祷，安尼祈祷感谢，靠主耶稣圣尊名，阿免。这时来唱回应的诗，圣诗519首，请起立，为这块土地诚心祈祷，咱唱2届。
即时奉献，请师傅来担纲。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赐愿福音这个白白稳定，愿阮每一个人拢会当把这个好消息传到身躯边每一个人。阮献上淡薄仔金钱，愿你做你事工的顶面。阮安尼感谢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这时来报告。首先，还是我们欢迎剑桥教会来跟我们一起聚会，我们大家来鼓掌欢迎他们。来，欢迎你们来。来，我们的第2点跟第4点，我们请美珍长老来报告。大家平安。我今麦来报告今年咱公教会亚华礼拜的代志，哈，请 PPT 准备好。先问大家3个问题。第1个问题，今年的亚华礼拜是当时，11月初2，伫什么所在？无毋对，大家拢做有概念的吼。第3个问题。请问你感觉亚华礼拜会当传福音无？会使吼，带去外口，你找一个你熟悉的朋友、亲戚，特别是还未信主的，你带一个伫路中下面开讲，陪伴伊，爱当下面做伙来敬拜上帝，这实在是一个真自然的传福音的方式，对无？好啊。现在要选这个西潭教会呢，有真侪原因哦。第1个，好，来下一页。西潭教会是马街设立第5间教会。伫1873年，
马街伫遐设立教会，啊，毋过第2个月，伊的同伴煞死去，你敢知？互迄塞夏族的出草，毋若死去，头阁无去。迄若是你有啥物感觉？马街吼就讲安尼先暂停，好，下一页。暂停偌久？暂停16年。好，下一页。16年了后，有一个人甲马街讲，迄个西潭迄个所在的塞夏族已经无伫遐，即马剩平埔族，啊，搁客人。所以马街讲好，安尼咱搁继续，安尼西潭教会搁顶一遍，搁开始。好，下一页。啊，毋过毋是安尼就足顺利啊哦！伫迄日本时代，因为种种的原因，西潭教会搁结束，结束一段时间，啊，搁开始，啊嘛是安尼就好势啊哦！1935年，一个关山大地震又搁倒去，哇，真的是无简单吼！到1950年的时阵。公馆教会感觉讲，即个教会需要帮助，所以因就成立一个基金会，想讲啊，咱来帮助，互伊搁登起。哇，感谢俄罗主伫1996年伊搁完成。好，来下一页。伊即马伫即个新店村搁起一个新的教会，啊，因的新店村因的门牌拢写到足清楚的。咱去之前若去遐野外礼拜时阵，你若有时间，你会使去踅踅咧，真水。西潭是伫浪漫的台山线上面哦，好，下一页。咱看右上角迄张相片，马街为足侪人挽喙齿。你有看过这张相片的举手？足侪人拢看过，对无？好，放下来。这张相片就是伫西潭翕的，迄伫一个灵隐树的下骹共挽喙齿。海藏灵个树，搁伫咧哦，搁足大丛哦，来下一页。伊除了迄个灵隐树以外，搁有啥物柯南之家啦、神秘小径，搁有一个西沙坑，搁有真有名的富余步道，所以迄个西潭真好耍。来下一页，搁有一个河滨公园，咱伫遐咧食便当哦，会当哪食哪欣赏风景哦。好，下一页。西潭和关西烧肠仙草拢足有名的，咱去日去食便当以外，嘛食到足好食的仙草，伊嘛有一个叫做伊的仓库，有100年经验的仓库，嘛有一个100年历史的干妈店，你去找一定找得到，因的标示拢足清楚的。好，下一页。好，咱来看，这是西潭教会内底。伊会当坐100个，问题咱公教会有200个，对不对？所以咱就分做2场。安怎分呢？第一场的人做礼拜，另外一半的人去导览。然后呢，到10点半的时阵，搁交换。所以做礼拜了人去导览，导览了会倒来做礼拜，安尼拄啊好哦。好，来下一页。来讲到重点啊，咱甲咱即张蓝色的单摕出来，会当看一下。伊有分做3组，第一组叫做马街角中，要行明凤古道，伊较远啦，所以你若感觉讲，我有我的脚行足紧的，我就要来报名第一队第二队是生态环境介绍，头有讲有就真有名的富余步道，对无？嘛吊桥啊，当看有诶无诶，真趣味。好，第3队是诗坛乡的文化巡礼。这就较轻松，就等于是逛街队啦你若感觉讲，哎呀，我毋知影当时我较无爽快，随时拢会使转去伊的黎明活动中心休困。我已经甲伊的黎明活动中心甲睡起来啊，对，下早8点半到下晡1点半，我拢睡起来。你当时感觉讲我想要休困，拢会使去黎明活动中心遐休困。好，所以来，咱来看咱的报名单。姓名、出生年月日、身份证字号、联络电话，关系拢无问题。过来导览对别，你着想好清楚。你是要第一队要较有挑战性的，还是要第二队较有生态的，还是要第3队较轻松的？你要想好清楚，较填下去。你若无填，我就替你排哦。好，
好，我有针对你的情况替你排。好，下一页。哦，这是阮伫6月底的时阵去探路的时阵翕的相片，两个牧师啊，佮村的长老拢做伙去，迄就是伫迄张龙眼树附近翕的。好，下一页。哦，这是阮的行程伫阮的报名单顶管拢有写。好，下一页。迄时咱7点半就要集合出发。吼，你若感觉讲我无困无饱，不要紧。咱有1点钟的时间，咱对公教会到遐差不多1点钟的时间，互你补眠。你若感觉讲我无想要困，你就可以欣赏沿路漂亮浪漫的台山线，足水的哈。好，下一页。有分做第1场的礼拜，到第2场的礼拜。好，导览分做3组，安尼有问题无 ？OK 好，下一页。阮对西潭离开了，会去雅文七里乡玫瑰森林，还是一个真水、种足侪花的所在。买使去遐买寡物件，上厕所，这是重点嘿，是好，咱好下一页。咱有分做第1组有3队，第2组有3队，拢共有6队。好，下一页。这是阮先生伫七里乡玫瑰森林翕的相片。右上角是真正的他，左下角是他变蜘蛛人给大家笑一笑了。是那个是现在的 AI 的技术好，下一页。来，唔知咱的音控会当试者，干咪它可以 run 吗？好 ，OK， 好，停下来这就是西潭教会今麦的牧师，叫做林芳明牧师，是一个查某牧师。伊会主持咱第1场的礼拜，第2场是咱的赖牧师会主持咱第2场的礼拜，主讲人好，下一页。这是我甲阮先生伫迄丛足大丛的龙眼树下翕的相片，迄日子因为咱食便当嘛，有人食较紧，有人食较慢。食较紧的人，你会使去找这丛树伫倒位去翕相，真趣味来，有办法再放一下吗？ Follow in the footsteps of Mackay。好，再下一页。这本来是1张相片尔，阮先生用 AI 我会讲话，佫会叮当，还讲英文呢真趣味即摆 AI 技术真发达。好，这是第2项的报告，第4项嘛，按我报告呀。好 ，OK， 好。咱对明仔载开始，咱8楼就要当有工程所以咱的华语礼拜时间有司法调整，对下早9点到10点15爱准时，因为线接咱台语礼拜10点45到12点嘛要开始，请大家配合，安尼。谢谢。他的言外之意就是说等一下。 大家可以在这边拍照留念一下，以后你就看不到了，会拆掉了。这个前面都拆光了，没有了。你们现在所看到的东西，以后都会改变的，就是这样。想要拍照留念的10分钟，不然我们就要开始移动了。OK。那我们再往下面的部分一些活动的部分请我们自行来参考。 其他的这些交接消息呢，我们这个部分可能看一下，就是竹中这边有一个信仰论坛，就是那个重燃炙热的心这个部分它有一个课程，可以向干事报名在诗篇中与主相遇这件事情。OK， 我们现在来唱祝福差遣的诗歌，叫好拆开的西瓜，399首，请起立。
祝祷，祝祷后请黄牧师为我们做这个工程的祷告。我们一同来领受上帝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与相通，圣灵的保惠师与我们在座众弟兄姐妹同在。耶稣会听，嘛祝福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会当一世人为主传福音，对即时到主过来无尽。阿们。非常请坐。明仔载开始，咱要来进行咱八楼讲台的时间。那所以谈到陈小长老所讲的差不多一个月了后，咱所看伫八楼这个讲台就无共款吼。但是咱的会场位拢是共款的吼。那所以呢，咱为着这个华语礼拜要来迁徙到八楼，甲咱共用一个时间，咱必须要扩大咱的讲台吼。所以这会乐器、这个器具、这个音响，拢会真大一个改变。那包含咱要进行这音响的一个调整吼。所以可能咱的荧幕先有来改变啦吼。所以可能改做液晶的电视安尼吼。所以一个月了后，咱就无啥共款。然后呢，这个月中间，请咱较忍耐吼。所以咱去到7楼的所在，那共一个所在7楼较下。那所以呢，咱爱开放1楼的一个礼拜吼。所以伫这个月中间可能一寡无方便的所在吼。咱请咱大家较体谅。咱要即摆来祈祷，因为这是一个真大一个工程，对咱教会来讲，也是一个真大的改变。因为对11月开始了后，咱2堂一个所在，表示咱的教会有一个真大进步，上帝有一个真大的一个祝福伫咧中间吼。咱三个来祈祷。上帝，感谢你的恩典，这是你所设立的教会。做教会的进步，教会未来发展，嘛是伫你的手中。过去你真大一个祝福，互阮的教会人数增加，阮的华语礼拜人数遮尔多，所以阮必须要来到8楼的所在，做你扩大阮的境界，扩大阮的规模，要看见上帝你恩典甲阮三甲同在。所以阮要进行这整个改建的时阵，阮要相信上帝，阮行伫你的旨意内面，阮相信上帝，你也要引带阮，你也要祝福阮。做阮整个这个改变，伫你的恩典的中间，做阮要看见教会未来上帝你的恩典显现伫这所在，比过去更加大。阮要看见教会，阮所领受未来这个恩典，比过去所领受更加大。也要看见上帝啊，阮过去传扬上帝你福音的方式，未来传扬方式会比过去还佫较宽阔。上帝，愿你得到荣耀。我愿意伫阮所有这个改建的过程中间，拢会当来顺利。诸位兄弟姊妹，拢有一个共心，有一个愿望来看见上帝你较大的工作为伫阮中间来显明。恳求上帝，你来祝福这个工程会当顺利，祝福阮的时间的过程中间，拢会当得到平安。阮众人有一个深的期待的时阵，更较侪祈祷来扶持，愿你的教会伫这个所在会当得到更较大的一个见证，恩典流出。我们献上阮的感恩，恳求上帝，你甲阮三甲同在。无论是7楼，无论是8楼，上帝，我用心灵甲诚实来敬拜你，要荣耀你的名。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稍后我们结束聚会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人力只要时间允许的，可以留下来帮忙的，就麻烦你，谢谢。搁一遍代表教会来欢迎咱剑桥教会兄弟姊妹来到这个所在当心来服侍敬拜，这是非常欢喜的事。也感谢你所献出真美妙的诗歌，真好听吼。愿上帝得到荣耀。那确定若是要翕相的吼，留伫这个所在。你若平常过去拢有翕过吼，
毋免啦吼，安尼因为咱常常过去足侪节期吼，拢伫即个所在翕吼安尼。那剑桥教会我知影有哪有要翕相嘛吼，伫即个所在，所以可能请剑桥教会8楼，即伫9楼的兄弟姊妹吼，有那落来楼骹所在吼，翕一个团体，即其实阮的工程会当搁较早，但是为着咱要迎接欢迎咱的剑桥教会吼，恁来做礼拜了，我才开始时间，安尼吼安尼。那所以咧，这也是难得一个机会啦吼，所以伫即个真水的礼拜堂中间撒旦敬拜吼，结束了后，因要去后壁遐身体高峰市集遐活动吼，所以愿你有一个真平安真欢喜的一个补时吼，一个活动。好，上帝祝福。